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出埃及记40章第1节到15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亲近上帝。大斋节期40天，就是要让基督徒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，透过默想、感恩、灵修来亲近上帝。这是节期的目的，也是受呼召的人基督徒应当要追求的生命。特别是受呼召担任祭司职务的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们，他们不但要自我洁净来亲近上帝，更要带领以色列人来亲近上帝。出埃及记40章第1节到15节记载了上帝吩咐摩西、亚伦以及他的儿子们的服事。圣经这样说，上主吩咐摩西说，正月初1你要支搭圣幕，把那安放十诫的约柜安置在里面，并用帐幕遮住。你要把供饼的桌搬进去，在桌上摆好用具，也把灯台搬进去，装上灯台。你要把烧香的金坛放在约柜的前面，在圣幕进口挂上门帘。要把烧化祭的祭坛设在圣幕前，洗涤盆在圣幕和祭坛之间，里面盛满了水。要把院子周围的帷幕竖立起来，并在进口挂上门帘。你要拿圣油涂抹圣幕和一切的器具，分别为圣，然后用圣油涂抹祭坛和一切器具，把它们全然成圣。你也要用圣油涂抹洗涤盆和盆座，使它们成圣。你要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到圣幕门口，让他们在那里沐浴。要替亚伦穿上圣服，用圣油膏他，使他成圣，做祭司侍奉我。要带亚伦的儿子们来，替他们穿上内袍，用圣油抹他们，像抹他们的父亲一样，使他们做祭司来侍奉我。这圣礼授予永远祭司的职务，使他们世世代代的侍奉我。祭司的服事是要进入至圣所，来亲近上帝，献祭来服事上帝，就如同耶稣基督也教导跟随者要进入密房祷告，来亲近上帝，来向天上的父上帝祷告。另外，受耶稣基督复活救恩的基督徒们，也是要以真诚的心的信心、坚决的信来亲近上帝。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5节这样的记载说，那么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借着耶稣的死，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。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，一条通过幔子，就是能够通过他的身体的活路。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掌管上帝的家，那么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，用已经蒙洁净无亏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。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，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。让我们彼此关怀，激励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。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关怀，激发爱心，却要彼此劝勉，
既然我们知道主的日子快到，你们就更应该要这样做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有机会通过帐幕进入到至圣所来亲近上帝，领受救恩。要认真的参加礼拜，不要像其他的人来停止聚会。我们要积极的来亲近上帝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你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来保护你，愿他从圣殿援助你，从锡安山支援你，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悦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他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就你一切的计划。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，颂赞我们的上帝，庆祝你的凯旋。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道上帝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，从他的圣高天应打他，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。有人倚靠战车，有人倚靠马匹，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。他们要瓦解扑倒，我们却坚立不移。上主啊，求你使君王得胜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恳求上帝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坚定的相信，诚心的敬拜，进入救恩的圣所来亲近主，将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困境挑战来靠主得胜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